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咱拢无法度知影家己的生命有偌长，所以都爱努力来把握每一个当下。这是一个才国小6年的囡仔上深的感想。伊叫做孙逸伦，带着先天关节的病变，两骨是歪斜到有70度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体内的器官豆豆变大，但是伊的骨头煞无对咧成长，所以挤压着伊的心脏。为着要来活命，伊逐工拢爱收水收1200公尺，他来拓展着伊的胸坎，维持生命。孙逸伦小小的年纪，思想是真成熟，尤其是伊的台语讲甲真认真，参加台语的朗读比赛，参加收水比赛，不时拢咧吊顶。今年伊得到总统教育奖，伫颁奖的舞台上，伊用台语朗读致辞，全场拢真热闹。来，这个。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孙逸伦，你几岁11岁，你几年级5年级，不是要升6年级。你以后想要做什么事？当城市设计师，就是想要设计一个可以帮助跟我一样身心障碍的人。透早，阮来到高雄的丁发国小，笑起来歹势的孙逸伦来甲阮迎接，秀热伊拢伫丁色世界营队，规心咧开发一撮小游戏。这是我的鱼的造型。哦，这么多一条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因为用重复无限次的分身，所以我有更多。这是一个捞鱼的游戏吗？对，如果这些鱼碰到这个碗盘的话，它要接在碗盘里面，然后我们需要用这个碗盘去把它移动到那个鱼缸，然后如果移动太快的话，那个鱼就会掉落。孙逸伦已经升国小6年，身体成骨发育无完全，两骨后翘70度，双脚嘛严重变形，只有100公分悬，体重12公斤，到目前找无病因，全台湾嘛无同款的案例。高雄市敦化国小的孙逸伦同学，他患有先天关节病变，就算行路无方便，嘛是会当展现孙逸伦的才华。2020年5月，伊摕到总统教育奖，伫舞台顶悬，伊用台语朗读，交甲予总统带一条。就去讲，树啊有今才会大长，人活落来都有希望，会当来总统府领奖。感谢总统，予逸伦这个机会。那你怎么练台语的？小时候阿公阿嬷教的，然后来学校，老师也有指导。会讲奔波走走，千苦万苦，拢是为了巴肚。谢谢。其实我爸爸台语很厉害，那他是启蒙他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小时候很爱讲台语，然后他就跟了主任跟校长回应说，台语做联盟哎，他想要变联盟哎，他说台语都人家觉得很怂很台，他没有人要学，他去一定拿第1名，他就有机会当闽南语教授。正月柑仔好新年，2月金蕉香又甜，3月比白4月往来生生生。朗读之前，爱做一下准备。就是要有声调、语情，还有音调，还有表情。小小的年纪讲台语，端着又个认得，笑起来目睭微一微，看起来足成功的。自国小1年开始，孙逸伦就一直得奖。伊妈马上为阮示范表情。等一下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吗？我怕有鬼。等下我一个人伫厝吗？我会惊鬼的。我得乐透100万。哈？我得乐透100万啊！好棒哦！好厉害，你可以太厉害了！太热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偷偷放屁了。对，拍死我多多偷偷放屁。其实他比任何一个孩子还要认真。他在比赛啊、表演啊，他其实之前都半夜啊什么都还会做梦。他连他的休息时间啊，或者他都牺牲掉了。他就是为了要评第1名。他
总是，我可以说总是哦，他总是都是第一个举手，很想要发表他发现的状况、发现的事实。那一轮他就会用那种开玩笑的口气，就说：“哦，老师，你都没被给我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”这样子。你知道你身体的是得什么病吗？天生就这样，脊椎就是长这样子。那你会不会难过？还好，身体会不舒服吗？会。这几年来，就是心脏会压迫，然后就会痛，然后会很喘，就忍一忍，然后就过去了。那你有没有哭？没有。想声落，手下落用啦。对，先这样，然后慢慢练啦，因为这个不是一下子啊。即天孙叶伦为着过来要举行的台语朗读比赛，拍拼咧练习，其实压力真大。保证食一摆倒掉水，若无食到，血碗汤一世人。就基本上动作都到位，对。毛不到位啊。对，就小动，就一些小地西安再修一下就好。春哥春恰卡，大地暖的。其实真的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，那个是心理上煎熬。用走的。他其实有问我，他有时候歇斯底里的时候会说，为什么他会是肢体障碍的孩子？为什么他不会走路？那其实旁人给他的一些异样的眼光或者比较不友善的言语，他都尝试过了。这是我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，慢慢让他变健康的。我们有跟他说，旁人的，因为他不是他没有办法了解他的病痛。如果有一天那个人他真的有他这样的病痛，他就能体会他的病痛，所以你要原谅他们。那你有没有愿望呢？就是能够活着就最好。为什么会许这个愿望？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秒就是明天下一秒会怎么样。他一直都把那一种突然间的死亡放在心上，所以他会留下一些东西，怕我来不及，他来不及讲。然后他常常对我们夫妻讲，如果以佛教来讲，不要喝孟婆汤，不要忘记彼此。他说下辈子换他当父母来照顾我们。生死的议题真沉重，缀伫孙叶伦的心头，伊的器官慢慢的变大，身体煞无对年岁大汉，两骨缀着心脏，为着活命，逐工拢爱去受水，透过天行康的运动维持生命，就算会痛，嘛是爱坚持落去。要开始了吗？好，加油！手骨散散啊，但是做有力的。孙叶伦来回几啊十转，做一摆我拢替伊紧张，但是伊爱靠家己拼死受水。因为他来就是10趟双阳，10趟单阳，然后10趟单阳加双阳混合式，这样。10抓多50，10抓多500，啊350是1500，然后完了再练习出啊，练习转身，拢逐天超过500，拢啊1500至2000，去咱伊的身体状况最好。休息一下吧。一下，还要回去。老舅看无你啦。遐尼大的游泳池，孙叶伦和其他身体障碍的囡仔，客里下下受水道轮流来回练习。原本是公立的游泳池复健，却因为爱改建出水道，高不23钟才刷来这个私立的游泳池。练习的时间和躯壳拢受到限制，无真舒适的环境是因逐工拢会拄到的。所有生到这样特殊孩子的妈妈都会很自责，对，就是莫名的自责。我们也不想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落在我们身上了。那孩子是我这几年有慢慢的比较成长的，他只有肢体上的障碍，那其他生命的坚强跟韧度要靠他自己，因为他的心如果正常健康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走得更长久。虽然讲身体小可会喘，孙叶伦伊嘛阁继续受，无叫妈妈斗3工，这是伊生命的课题。伊的表情充满着勇气和坚持。
他写过生前遗书，他的生前遗书是在小一用注音写的，叫我们夫妻去跟那些帮助过他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们说他走了，然后他其实很爱他们，很感恩他们这辈子那么帮他，他谢谢他们这样子，因为他有可能会睡着睡着就走了，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的生命状况。就算身体后巧变形，孙玉伦都无受到影响，伊无认输，乐观面对命运，有够坚持向苦难挑战，好好过每一天，发挥真高的台语天分，用伊坚强的生命力，展现无限的可能。加油啊！要好好长大。我想要跟艺伦说，艺伦你是跟大家一样的，只要有希望。人都可以有无限的可能，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希望，可以把自己活到无限大。谢谢你这辈子当我的宝贝，对，谢谢你当我的孩子。